奉主嘅名向大家問安，我係林彬。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，我係子珊。歡迎大家收睇聖經好好聽呢一個查經節目，同我哋繼續查彼得前書。喺上一課，我哋提到神嘅救恩計劃，使徒彼得勸勉信徒喺成為神嘅兒女之後，要過聖潔嘅生活。除此以外，信徒仲要做啲乜嘢嘢呢？一齊睇1章17節。彼得前書1章17節：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、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，就當存敬畏的心，到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。神同人之間有兩種關係，一種係審判嘅主同被審判嘅人之間嘅關係，而另外一種就係父與子嘅關係。神本來係審判嘅主，按照公義施行審判，而家卻係成為我哋嘅父。彼得勸勉信徒喺認識以公義審判嘅神成為我哋嘅父之後，就應該以敬畏嘅心過在世寄居嘅日子。敬畏係敬重同埋懼怕嘅意思。呢一種懼怕唔係因為怕被懲罰，而係因為認識神嘅聖潔同埋威嚴，而產生恭敬同埋戰兢嘅態度。基督徒可以加上另外一個解釋，就係敬愛。子珊可唔可以同大家舉一個例呢？可以啊，例如喺馬可福音嘅4章35至41節，就提到主耶穌平靜風浪。當門徒睇見主嘅權能，喺第41節嘅經文話，他們就大大的懼怕，彼此說：這到底是誰？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。除咗對神嘅榮耀、偉大、全知、全能肅然起敬之外，當我哋體驗到神嘅慈愛同埋美善，就會產生敬愛嘅心，更加願意敬重神。彼得亦都指出，天父係審判人嘅主，無論係邊個都會用同樣嘅標準，所以我哋唔能夠因為係神嘅兒女而唔守規矩㗎。相反，我哋應該以神嘅標準同要求過生活，做討神喜悅嘅事。除咗對神有敬畏嘅心之外，彼得亦都提到，信徒在世係過寄居嘅生活。寄居係指唔屬於自己嘅地方，就好似去旅行咁，會有啲唔方便，甚至唔舒服。不過唔會太在意，因為知道個行程係短暫嘅。既然喺世上過嘅係寄居嘅生活，信徒就唔應該太在意物質嘅享受，夠用就好啦。跟住落嚟，彼得提醒當時住喺外邦嘅信徒，佢哋已經俾神救贖出嚟。一齊睇18同19節。彼得前書1章18同19節，知道你們得贖，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，不是憑着能壞的金銀等物，乃是憑着基督的寶血，如同無瑕疵、無玷污的羔羊之血。得贖係指付出代價之後，可以脫離轄制，獲得自由。喺彼得嗰個年代，盛行奴隸制度。一個奴隸如果想重獲自由，一定要俾贖金，將佢買贖出嚟。彼得用得贖嚟都形容信徒嘅生活同埋地位有所改變，的確係非常之恰當。信徒過去可能係跟隨世俗嘅潮流，過住敗壞嘅生活。不過喺信主之後，成為神嘅兒女，呢啲舊嘅生活習慣就必須要有所改變啦。彼得提醒信徒，神付出嘅代價唔係金銀財寶，而係耶穌基督嘅寶血。金銀財寶雖然有屬世嘅價值，但係最終會被毀滅。至於耶穌基督嘅寶血，係無罪無價，係寶貴嘅，永遠都有功效。耶穌基督係神嘅羔羊，背負世人嘅罪孽。基督嘅寶血毫無瑕疵，能夠洗淨人嘅良心，將人贖回。所以神為信徒所付出嘅贖價係大得無比㗎。神咁做唔係出於一時嘅衝動，而係老早就有計劃。一齊睇20同21節。
彼得前書1章20同21節，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，卻在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。你們也因着他信那叫他從死裏復活，又給他榮耀的神，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神。喺創造世界以前，神早就揀選咗耶穌基督作為贖價，所以整個救恩計劃嘅預備工作，早喺神創造世界之前就已經開始。神嘅救恩計劃喺創世之前就已經開始預備啦，唔單止表明神無所不知嘅屬世，亦都顯示出神對人類呢一份難以形容嘅愛。神嘅救贖計劃按照佢所定嘅時間喺末世顯現。顯現係指基督道成肉身降世為人，我哋藉住佢能夠認識並且相信神。神嘅大能大力運行喺基督嘅身上，使佢從死裏復活，與神同享榮耀。基督嘅死而復活，令到我哋信心有可靠嘅根據，盼望唔會落空，仲會得到最大嘅滿足。只有嗰啲時時都紀念神大愛嘅信徒，先至會存住敬畏同埋感恩嘅心嚟度過在世嘅日子。彼得跟住提醒信徒，當體會到神為佢哋預備嘅救恩有幾咁寶貴之後，除咗因為咁而得到動力，去過聖潔同埋敬畏神嘅生活之外，對弟兄姊妹嘅態度亦都應該有所改變。跟住睇22同23節，彼得前書1章22同23節，你們既因順從真理，潔淨了自己的心，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，就當從心裏彼此切實相愛。你們蒙了重生，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，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，是藉着神活潑常存的道。前面所講嘅係信徒喺聖潔嘅生活當中，如何對神同對自己。喺呢一度就開始談論到點樣待人接物。咁即係話，信徒嘅聖潔生活包括對神、對自己同對人三方面。對神要敬畏，對自己應該潔淨，而對人就要切實相愛。彼得要求信徒彼此切實相愛。彼得話信徒能夠彼此切實相愛有兩個原因。第一係因為信徒已經順從真理，潔淨了自己的心。呢句說話主要係指信徒得救嘅經歷。順從真理嘅第一步係接受耶穌基督作為救主。喺得救之後，人嘅心就會俾主耶穌嘅寶血潔淨。呢個潔淨嘅心唔會再有虛假，即係世俗同埋自私嘅成分，成為同弟兄姊妹坦誠相愛嘅基本要素。咁第二個原因又係點呢？第二個原因係信徒得到重生，依靠神活潑常存嘅道。活潑係有生命嘅意思。彼得形容神嘅道係不能朽壞嘅種子。呢句說話有雙重嘅意義。第一，神嘅話語俾人接受之後，就好似種子咁喺人嘅心裏頭扎根，激發生命嘅改變，使種子所蘊藏嘅生命特質顯露出嚟。第二，神嘅話語本身就有生命。唔理你接受抑或唔接受，佢本身就係活潑常存。我哋繼續睇24同25節。彼得前書1章24同25節，因為凡有血氣的，盡都如草，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乾，花必凋謝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。彼得引用以賽亞書嘅40章8節。以賽亞書40章8節，草必枯乾，花必凋殘，唯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。草呢一種植物既脆弱又冇乜價值，花雖然係靚，但係容易凋謝，表示屬世嘅嘢係短暫，
唔足以倚靠。相反，屬天嘅嘢就有永恆嘅特性。神嘅道係屬天嘅，所以永存。基督徒需要喺今生嘅財富、虛榮同神嘅道之間作出抉擇。基督徒如果俾今生嘅財富同虛榮佔據佢嘅心，咁對神同對人嘅愛心自然就唔容易存在啦。彼得特別強調，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。神嘅道就係福音，福音係唔朽壞嘅種子。信徒係撒種嘅人，凡接受福音種子嘅，生命一定會有所改變，並且會成長。但願我哋都成為傳播福音種子嘅農夫，並且努力耕耘，使更多人得到屬天嘅生命。我哋查完第1章嘅經文啦，弟兄姊妹，下集再見。再見。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，我係林彬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係子珊。我哋繼續查彼得前書，今集我哋會開始查第2章嘅經文，先睇1至3節。佢講到一個重生得救嘅基督徒應該有乜嘢嘅表現。彼得前書2章1至3節，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、詭詐，並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，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，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，叫你們因此漸長，以致得救。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彼得認為一個重生得救嘅基督徒喺嘗過主嘅恩典之後，應該有2方面嘅表現。首先喺消極方面，會除去一切嘅惡毒、詭詐、假善、嫉妒同講毀謗嘅說話。和合本聖經喺惡毒嘅後邊有括弧寫住或作陰毒。呢一種人成日都心懷惡意，諗計去害人，呢種心態一定要除掉。詭詐係唔誠實，以狡猾嘅手段去騙取利益。假善喺路加福音12章1節，將佢翻譯成為假冒為善。詭詐係用取巧嘅方法去佔人家嘅便宜，而假善就係利用基督徒嘅身份去呃名與利。嫉妒係唔中意睇見人家比自己好。一個心懷嫉妒嘅人，好容易會產生邪惡嘅念頭，陷入罪惡嘅深淵。最後係毀謗嘅說話，即係惡意中傷或者惡意批評。彼得話，所有重生得救嘅信徒要除盡呢一切嘅罪惡。彼得跟住提到積極嘅表現，就係要學初生嘅 BB 咁中意飲奶。一個重生得救嘅基督徒要愛慕純正嘅靈奶。純正嘅靈奶係指神嘅道或者主嘅道。1章25節嘅經文話，主嘅道係永存嘅。彼得喺呢一度用另外一個角度嚟到形容神嘅道係純正嘅。純正喺新約聖經希臘原文嘅意思係絕對乾淨，不含雜質，完全冇害，最適合人嘅食用。用純正嚟到形容神嘅道，表示佢最適合信徒靈命嘅需要。彼得要求信徒要愛慕神嘅道，就好似一個剛剛出世嘅 BB 咁，淨係中意飲奶一樣。初生嘅 BB 淨係對奶有興趣嘅啫。當佢肚餓嘅時候，飲奶就會感到滿足，亦都會令到佢健康嘅成長。引用同一個道理，基督徒應該用同樣嘅心態去愛慕神嘅道，令到靈命茁壯。2章3節嘅經文係引自詩篇嘅34篇8節。詩篇34篇8節，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主恩係指靈奶，即係神嘅道同主嘅話語。若係既然嘅意思，信徒既然試過主恩嘅滋味，就一定會更加愛慕同埋追求。好，
跟住睇4同5節。彼得前書2章4同5節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棄的，卻是被神所揀選、所寶貴的。你們來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被建造成為靈宮，作聖潔的祭司，藉着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。前面嗰一段經文講到信徒個人生命嘅成長，呢一度就談論到信徒彼此之間嘅關係，即係教會嘅生命長進。個人成長最重要嘅係愛慕純正嘅靈奶，而教會嘅長進就側重於信徒嘅同被建設，合為一體。經文話主乃活石，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呢？彼得形容主耶穌係一塊活石，一般嘅石頭係冇生命嘅，而活石就生氣蓬勃，代表主耶穌呢一塊活石唔單止有自己嘅生命，更加令到所有嚟到佢面前嘅人都得到生命，成為活石。主耶穌俾猶太人棄絕，認為佢冇用冇價值，不過喺神萬有之先已經揀選咗佢，視佢為寶貴嘅。我哋因為信主嘅緣故，得到新嘅生命，成為活石。主耶穌將我哋一塊塊嘅活石放埋一齊，建造成為靈宮。靈係指聖靈，靈宮係指聖靈居住同埋掌管嘅地方。宮當然係非常之光輝燦爛嘅建築物。建造宏偉嘅宮殿需要好多石頭，石頭與石頭之間一定要緊密相接。咁我就明白啦。我哋呢啲蒙耶穌基督寶血潔淨嘅人，就係唔同形狀嘅活石。如果現今嘅教會就係靈宮嘅話，咁信徒就一定要彼此聯絡，互相配搭，成為教會嘅好見證。彼得強調，神建造靈宮嘅主要目的係用嚟奉獻靈祭，就好似舊約時代嘅以色列人咁。要遵照神嘅吩咐建造聖殿，向神獻祭。彼得話靈祭必須要符合一個條件，就係藉住耶穌基督奉獻。冇錯啦，唯有依靠耶穌基督代死嘅功勞而獻嘅祭，先至會蒙神悅納嘅。跟住嘅3節經文仍然同石頭有關。彼得前書2章6至8節。因為經上說，看哪，我把所揀選、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。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，匠人所棄的石頭，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；又說，作了絆腳的石頭，跌人的磐石。他們既不順從，就在道理上絆跌，他們這樣絆跌也是預定的。彼得引用3處舊約嘅聖經嚟到解釋主耶穌係活石嘅真理，並且指出主耶穌係活石，對信靠佢嘅人嚟講係看為寶貴。至於嗰啲唔信嘅人，就成為絆腳石。呢啲人唔肯順從主嘅呼召，所以喺道理上跌倒。第一處係引用以賽亞書嘅28章16節。以賽亞書28章16節。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：看哪，我在錫安放一塊石頭作為根基，是試驗過的石頭，是穩固根基、寶貴的房角石，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房角石係連接2埲牆嘅根基，係整間屋最食力嘅地方，冇咗佢，間屋就起唔成。對以賽亞先知嘅宣告，彼得加以印證，指出呢一塊房角石，即係基督，對信嘅人確實係寶貴同埋可靠。第二處係引用詩篇嘅118篇22節。詩篇118篇22節，匠人所棄的石頭，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。第三處係引用以賽亞書嘅8章14節。
以賽亞書8章14節，他必作為聖所，卻向以色列兩家作絆腳的石頭，跌人的磐石，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為圈套和網羅。對嗰啲唔認識呢一塊房角石，即係唔相信耶穌基督嘅人，佢哋唔會珍惜，反而覺得嫌佢係絆腳石。耶穌基督嘅救恩對唔同嘅人會產生唔同嘅反應同埋結局。相信同埋接受救恩嘅人，結果係不至於羞愧，即係將來面對最後審判嘅時候，可以站立得住。因為佢哋嘅罪已經俾耶穌基督嘅寶血潔淨，再唔會俾神定罪。當主耶穌在世傳道嘅時候，時時都俾猶太人拒絕，認為耶穌唔符合佢哋心目中彌賽亞嘅形象。喺神嘅救恩計劃裏頭，主耶穌係絕對唔可以缺少嘅房角的頭塊石頭。對嗰啲唔肯相信、唔肯願意接受救恩嘅人嚟講，呢塊房角石頭就成為絆腳嘅石頭，跌人嘅磐石，佢哋嘅罪得唔到赦免，神嘅憤怒仍然傾倒喺佢哋嘅身上。主耶穌曾經清楚指出，任何人唔相信主嘅道，一定會被定罪。我哋一齊睇約翰福音嘅12章48節點講啊？約翰福音12章48節。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，有審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講的道，在末日要審判他。基督徒本來只不過係平凡嘅人，但係喺信主嘅道之後，就會變得尊貴。至於個中嘅原因，要等到下一集先至話俾你哋知。弟兄姊妹，千祈唔好錯過下一集嘅查經啦！再見。再見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我係林彬。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，我係子珊。我哋繼續查彼得前書。喺上一集結束之前，我哋提過基督徒喺相信主嘅道之後會變得尊貴，係乜嘢原因呢？一齊睇2章9節。彼得前書2章9節，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聖潔的國度，是屬神的子民，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彼得話教會同信徒有尊貴特殊嘅地位同埋使命，唯有呢一個轉接詞好清楚咁將教會嘅地位同不信從真道的人分開。呢個尊貴嘅身份同埋地位，只有信主嘅人先至會得到。呢個身份有4種，就係被揀選嘅族類，有君尊嘅祭司、聖潔嘅國度同屬神嘅子民。基督徒係一群俾神揀選喺埋一齊，有特殊生活表現嘅人。佢哋嘅習慣同世俗嘅人好唔同，彼此相愛就係其中之一。第二個身份係有君尊嘅祭司，祭司有築橋者嘅意思，為神同人之間建造橋樑。喺舊約時代，祭司有一種獨特嘅權利，就係為神嘅子民向神獻祭。聖殿最入邊嘅地方就係至聖所，裡面有約櫃，代表神嘅同在。只有大祭司喺每年嘅贖罪日先至可以入去一次，其他人入去就會死㗎。今日基督徒本身就係祭司，可以透過禱告直接嚟到神嘅面前，向佢傾心吐意。呢個身份有君王嘅尊榮同服侍萬王之王嘅權利。第三個特殊嘅身份係聖潔嘅國度，佢同君尊嘅祭司有緊密嘅關係。祭司必須要聖潔同分別為聖，先至能夠侍奉神，所以係與眾不同。國度表示權力嘅範圍，同呢個世界嘅國度好唔相同。目前嘅世界由惡人掌控，唔服從神嘅權柄，任意妄為。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彰顯神嘅國度，就係地上嘅教會。
教會唔係指一座座嘅建築物，而係指聚集埋喺一齊嘅基督徒。彼得稱信徒係聖潔嘅國度，因為信徒唔會跟從世俗，而係順從神嘅權柄。第四個身份係屬神嘅子民。基督徒因為係屬神嘅，所以能夠從原本嘅平凡變得尊貴。耶和華神透過摩西向以色列人講過一番說話，記喺出埃及記嘅19章5同6節。出埃及記19章5同6節。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，遵守我的約，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，因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，為聖潔的國民。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人。彼得由聖靈嗰度得到啟示，知道神嘅吩咐，後嚟會實現喺教會嘅身上。教會係新嘅以色列國，而信徒就係新嘅以色列民。彼得除咗提到信徒嘅特殊身份之外，仲指出神俾信徒一個神聖嘅託付，就係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呢個託付係指向人見證神嘅作為。黑暗代表罪惡，世人係罪惡之子，而信徒就係光明之子。信徒喺被召嘅時候，應該徹底離開黑暗，進入神奇妙嘅光明，得到從神而嚟嘅新生命同埋新生活。美德係指神嘅性情，宣揚美德係信徒嘅職責。宣揚包括口傳同身教，所以信徒嘅言行舉止十分之重要㗎。彼得跟住將信徒嘅從前同埋現狀作一個比較，我哋一齊睇第10節。彼得前書2章10節，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，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；從前未曾蒙憐恤，現在卻蒙了憐恤。想成為另外一個國家嘅公民，必須要經過好複雜嘅程序，何況要成為神國嘅子民呢？喺未信主之前，我哋係罪嘅奴僕，算不得子民。如果唔係藉住神嘅憐憫同埋大愛，我哋根本就冇可能成為神嘅子民。既然得到神咁大嘅恩典，我哋更加應該存住感恩嘅心，活出美好嘅見證，宣揚神嘅美德同作為。喺彼得前書嘅第1章，彼得曾經吩咐信徒要存住敬畏嘅心，在世過寄居嘅日子。跟住落嚟嘅經文就係佢嘅教導。先睇2章11節。彼得前書2章11節。親愛的弟兄哦，你們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，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。親愛的弟兄哦，喺彼得前後書總共出現過7次，用嚟表達信徒彼此相愛嘅特性。客旅同寄居嘅意思好接近。彼得喺呢一度同時提出，係再次提醒信徒，佢哋有天國公民嘅身份，要將目標放喺天上，要照屬天嘅標準行事為人。去過旅行嘅人都知道，喺路途當中係要好小心自己嘅起居飲食嘅，千祈唔可以病，否則會阻誤行程。彼得勸勉信徒要禁戒肉體嘅私慾，以免傷害靈命。除咗呢一個消極嘅勸勉之外，彼得有積極嘅勸告。我哋一齊睇第12節。彼得前書2章12節。你們在外邦人中，應當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，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在監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。彼得勸信徒要品行端正，有好嘅行為，唔好同毀謗佢哋嘅人爭辯。須知道反駁指控同毀謗嘅最好辦法就係退讓，而唔係對罵。以好嘅行為使謠言不攻自破。信徒嘅行為舉止會吸引外邦人嘅留意，
咁係好嘅機會為主作見證。主耶穌亦都有個類似嘅教導，我哋一齊睇馬太福音嘅5章16節。馬太福音5章16節，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除咗用好嘅行為去感動人之外，彼得仲提出其他具體嘅建議，叫信徒遵守。一齊睇13至到15節。彼得前書2章13至15節，你們為主的緣故，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，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，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。彼得勸勉信徒要效法主嘅榜樣，順服社會嘅制度，順服國家元首同政府官員。咁樣做，其他人就揾唔到藉口嚟到誣告信徒，話佢哋唔守法。當主耶穌在世傳道嘅時候，曾經講過，要按照當時嘅規定交稅。喺馬太福音22章21節嘅經文話，耶穌說：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，神的物當歸給神。主耶穌嘅意思係納稅俾羅馬政府同奉獻俾神，兩者之間並冇衝突。信徒要順服屬世嘅領袖，咁係行善，即係好嘅行為，係神所悅納嘅。跟住睇第16節。彼得前書2章16節，你們雖是自由的，卻不可藉着自由遮蓋惡毒，總要作神的僕人。信徒唔可以濫用在基督裏嘅自由，任意妄為，唔奉公守法，甚至以自由做藉口掩蓋自己嘅罪。當時嘅信徒似乎對在基督裏嘅自由有誤解，無論係彼得抑或保羅，都喺佢哋嘅書信裏頭教導信徒，真正嘅自由唔係罪惡上嘅自由，而係真理範圍內嘅自由，係唔傷害其他人、服從基督嘅自由。彼得為曾經講過嘅建議做咗一個總結，一齊睇第17節。彼得前書2章17節，務要尊敬眾人，親愛教中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彼得為信徒應有嘅態度做咗一個總結。首先要尊敬眾人，眾人係指未信主嘅人，意思係要用謙卑同埋禮貌嘅態度對佢哋。喺屬靈嘅大家庭，對主內嘅弟兄姊妹要情同手足，相親相愛。跟住嗰兩種，子珊同大家講下咧。冇問題啊！首先係對神要存住敬畏嘅心，就正如箴言嘅9章10節所講，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，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。最後係尊敬君王，承認政府嘅權威，尊重政府嘅法令。今集嘅查經就停喺呢一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再見。奉主嘅名向大家問安，我係林彬。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，我係子珊。我哋繼續查彼得前書。喺上一集我哋提到信徒處世待人嘅責任同本分，特別喺人際關係，包括對國家、對社會同對家庭應有嘅態度。喺彼得嗰個年代，有主人同埋奴僕一齊信主，成為信徒。喺教會，佢哋係弟兄。咁喺日常嘅生活當中又點樣呢？今集我哋會分享彼得對作為奴僕嘅信徒有乜嘢建議。先睇2章18節。彼得前書2章18節，你們作僕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，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。僕人喺希臘原文係指家奴或者僕婢。以前曾經講過，
喺彼得嗰個年代係盛行奴隸制度，一般嘅奴僕或者奴隸係用錢買翻嚟嘅。彼得喺呢一度唔係討論當時嘅奴隸制度，而係照住實際嘅情況教導做僕人嘅信徒點樣對待佢哋嘅主人。聽講當時嘅羅馬帝國有超過6000萬奴隸，大部分都係喺打仗征服咗其他國家之後俘虜翻嚟嘅。佢哋包羅萬有，有醫生啦，有教師，有音樂家、管家、打理家頭細務嘅，同做粗重功夫嘅工人。根據當時羅馬嘅法律，奴隸可以隨意買賣，所以主人當佢哋係貨多過當佢哋係人。主人就算殺死奴隸，亦都唔算犯法。可想而知，當基督教嘅思想進入社會之後，會帶嚟幾大嘅震撼。喺神嘅眼中，每一個人都係寶貴㗎，並冇貧富貴賤之分。當時嘅教會有主人同奴僕都信咗主，喺主內係弟兄嘅關係。就因為咁，有啲歸信咗主嘅奴隸就認為自己已經得到自由啦，唔願意再信服佢哋嘅主人。所以保羅勸勉佢哋，為咗主嘅緣故，無論主人係好係壞，對佢哋都應該更加忠心、更加順服，做嘢要更加勤力，以免俾人誤會基督教嘅信仰係教人學懶、教人反叛、教人唔服從社會嘅制度。林彬啊，吓？我有句題外話啫，而家已經冇咗奴隸制度啦，咁彼得嘅教導同我哋又有咩關係呢？冇錯，而家雖然再冇奴隸制度，不過仍然有僱主同埋僱員，或者上司同埋下屬嘅關係。所以呢一段經文亦都適用於所有嘅受薪階級，包括白領、藍領，甚至做公務員嘅基督徒。完全明白。除咗信服主人之外，當時仲有一個難題，係彼得期望信徒要克服嘅。一齊睇19同20節。彼得前書2章19同20節。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這是可喜愛的。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，能忍耐，有什麼可誇的呢？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。由呢一段說話可以推斷，當時生活喺外邦社會嘅信徒，一定係遇到好多嘅冤屈同埋苦楚。例如俾人誤會而加以迫害，或者受到唔公平、唔合理嘅待遇。為咗無愧嘅良心、清潔嘅良心同對得住神，即係對神信服，彼得建議信徒唔好發怨言，唔好反抗。咁做會唔會俾人誤會基督徒係贊成奴隸制度嘅呢？喺基督教嘅歷史當中，的確有過奴隸叛變嘅事發生，但係每一次都失敗，並且傷亡慘重。喺檢討過之後，大家不得不承認，當時反抗唔係成熟嘅時機，亦都無補於事，只會製造藉口，俾人話基督教係一個鼓吹叛亂嘅宗教。所以早期嘅教會並冇攻擊奴隸制度嘅言論，為咗保護做奴隸嘅信徒，又唔表示贊成奴隸制度嘅情況底下，新約聖經嘅作者強調，神唔偏待人，弟兄姊妹之間要彼此相愛，佢哋只係能夠靜心忍耐，等候時機成熟，等奴隸制度自然被廢除。喺勸勉信徒要為主忍受冤屈嘅苦楚之後，彼得以主耶穌嘅受苦作為榜樣，希望信徒明白神對佢哋嘅要求並唔過分。一齊睇21至到25節。彼得前書2章21至25節。你們蒙召原是為此，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，給你們留下榜樣，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。他並沒有犯罪，口裏也沒有詭詐。他被賣不還口，受害不說威嚇的話。
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。他被掛在木頭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義上活。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。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。彼得主要係引用舊約以賽亞書嘅第53章嘅記載，說明神透過先知預言耶穌基督會為人類受苦。彼得首先指出，主耶穌冇犯過罪，佢受苦並唔係因為犯罪而受罰。主耶穌喺言語上冇任何嘅過失，係真真正正嘅完全人。主耶穌默然接受唔公平、唔合理嘅待遇。雖然佢有權並責備嗰一啲唔講道理嘅人，不過佢卻係選擇罵不還口。就算受到傷害，佢都唔講威嚇嘅說話。唔單止係咁啊，當主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面嘅時候，仲祈求天父赦免佢哋。彼得最後提到主耶穌嘅救贖，為世人嘅罪而受死。佢用3點嚟到說明主耶穌嘅受苦同受死點樣解決人類嘅難處。第一，佢使人從罪惡當中得到釋放，免受神嘅懲罰。第二，佢叫人由創傷當中出嚟，藉住佢而得到醫治。第三，佢使人由迷路當中出嚟，返到神帶領嘅底下，接受看管、保守同埋照顧。主耶穌嘅以身作則，的確為世人帶嚟好嘅榜樣，包括點樣傳福音啦，點樣醫病趕鬼，點樣禱告，點樣面對攻擊，點樣侍奉同點樣待人接物。對嗰啲正係受苦受磨練嘅信徒嚟講，彼得要佢哋認真學習嘅係耶穌基督受苦嘅榜樣，要記住主係點樣忍受冤屈嘅苦楚。第25節嘅經文有靈魂的僕人同埋監督呢兩個稱呼，需要解釋一下。古代嘅巴勒斯坦有好多羊，佢哋聯群結隊出去山頭食草，羊群喺遼闊嘅草原上邊走動，好容易會走失，所以牧羊人嘅責任重大。為咗保護羊群，佢哋甚至唔休息唔瞓覺。喺猶太人嘅心目中，牧人係好受尊重噶。難怪以色列人好喜歡用牧羊人嚟到形容神同耶穌，又將自己比喻為主嘅羊。就正如詩篇嘅第23篇第1節所講：耶和華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彼得強調主耶穌係好牧人，嗰種犧牲嘅愛同對羊群嘅照顧真係無微不至。唯有主耶穌先至係我哋嘅靈魂嘅牧人，藉住佢嘅犧牲，我哋先至能夠得到拯救，靈魂免於滅亡。監督喺希臘雅典嘅法律裏頭係指總督，係行政嘅首長。彼得形容主係信徒靈魂嘅監督，強調佢係全人類嘅管理者、保護者同領導人。喺呢一章經文入邊，彼得幫助信徒學習如何順服。強調主耶穌嘅信服同忍耐受苦，為信徒帶嚟救恩有幾咁大。彼得更加用主耶穌受苦作為榜樣，激勵信徒忍受苦難，以成全神嘅美意。喺我哋未認識神、未歸信主耶穌之前，所受嘅苦楚似乎冇乜意義，會覺得難受。喺信主之後，當我哋為咗主嘅緣故，甘心忍受苦楚嘅時候，就唔會覺得困難啦，因為有神嘅保護，有神嘅賜福。今課嘅查經就停喺呢一度，喺下一課我哋會繼續查彼得前書。弟兄姊妹，再見。再見。